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5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韩国的戒严，或者叫韩国的戒严闹剧。大家都知道这两天这个韩国总统尹锡悦突然宣布在全国实施戒严，但是就在戒严令颁布不久好像就几个小时以后韩国国会不顾戒严令召开会议，否决了戒严令。现在韩国的在野党在弹劾总统尹锡悦，就这么一连串的事情。有媒体报道说韩国实施了一次很不严肃的全国戒严，再一次印证了说这个世界都是草台班子。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所以今天我也来谈谈我的一个看法对这个国际事务我最关心的那肯定是国内就国内的事情之外，国外的我最关心的肯定是美国，因为美国它的影响力大，它的一举一动影响全世界，所以关注它没错。第二是俄罗斯，因为俄罗斯对中国的这种伤害这种潜在的威胁，俄罗斯实际上是最大。除了这俩国家呢，其他的地方我其实不怎么关注，什么日本、韩国，什么越南就周边这些国家，还有英国，远的对吧？欧洲、法国、德国，我关注的不多实际上我跟大家一样，就是看看新闻就完了，仅限于了解。所以以我的印象我对韩国的这个政坛的了解仅限于两件事，一个是韩国的总统府青瓦台好像是连着监狱的这个是一个魔咒是吗？就是很多韩国总统一下台之后就进监狱了。还有一个就是朴槿惠，为什么对朴槿惠有印象呢？那这里面一个大瓜，以后有机会再说。所以我对韩国的这些总统都有什么主张他们的倾向我基本都不了解。还有日本也是的，那个首相换来换去的，走马灯一样，快闪，了解不过来正因为我对他们不了解，所以我没有什么立场，反而恐怕谈的比较客观一点，就是没有先入为主的这种印象我把这个媒体的报道看一看，结合我自己的一些印象，我来谈谈这个我对这个韩国这个戒严这个事情的一个看法。首先我的印象里这个韩国总统尹锡悦是个相对比较弱势的一个总统，也就是他上台好像也不太容易，支持率不是太高，好像那个国会也是少数派吧，这是我的第一个印象第二个印象是什么呢？这个尹锡悦一上台之后跟以前的那些韩国总统似乎有一点区别。区别在哪儿呢？就是他主张跟日本缓和关系，然后更加跟美国走得近，然后跟大国呢似乎是比以往的这个韩国总统要远离一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这尹锡悦上台这么多年，2年多了吧，好像还没有访问过大国吧。这个跟拜登学不学好。拜登是美国近几十年这个总统里面恐怕是唯一一个在任期间没到大国访问的。当然了，他也没邀请大国去他那访问。总之这不太正常，对吧？美国和大国之间的关系，那一年以前那总统1年来2回，对吧？这大国的领导人去美国去2回都正常，因为这是全球最重要的2个国家关系。但是你看拜登这4年，对吧？双方就没有怎么走动，都是在其他场合碰见了会晤一下。这个尹锡悦好像也有这种感觉离得这么近，对吧？都不走动一下，这是我的印象。那么尹锡悦他主张跟日本缓和关系，同时他对朝鲜呢好像有施压。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尹锡悦这儿韩国的国策似乎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本来在这个东北亚局势里面，这个大国的策略，对吧？他也不担心美国在这拉拢，对吧？因为2战以后一直这个格局，然后大国是利用什么呢？利用整个，对吧？这个尤其是东南亚，大家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这种仇恨，对吧？对这个日本军国主义警惕，对吧？要日本牢记历史。那你说韩国他也是受害者所以说就利用这个，韩国跟日本尿不到一个壶。既然尿不到一个壶，对吧？你美国在这儿整什么事情也不容易。也就是美国你想搞定韩国和日本同时搞定还挺麻烦，本来就是这么个局面。结果尹锡悦一上台之后，他就打破这个格局，他要跟日本好。咱们说的通俗一点这一下就加大了这个大国的这个压力，给人的感觉是尹锡悦抱着拜登的腿，为拜登的这个意志为拜登的马首是瞻。这是我的印象第二个印象就是尹锡悦他老婆很漂亮，很年轻。所以咱们这个不怀好意的说这个红颜祸水我想起了那个吴三桂，对吧？冲冠一怒为红颜，为那个陈圆圆呢。那这个尹锡悦是不是也是冲冠一怒为红颜？但这只是开玩笑从这个表面看，尹锡悦和国会之间的斗争也是跟反对派之间的斗争，在野党之间的斗争本来是一直在进行他一直没停过。但是呢，这个矛盾呢还能得住，还能压得下去，大家是有理有面的，对吧？在斗。这个尹锡悦政策所有的策略
在国会好像都受到刁难，都不同意。比如说他的预算，那国会就给他卡掉一点。这个韩国的国会很有意思啊，他卡的预算卡什么呢？人家一条条的卡他的什么总统府、秘书室，就是跟尹锡悦本人有关的预算。其他的预算，什么国防预算啊，对吧？什么教育啊，那些好像都能过，就是你尹锡悦本人的相关的，他都给你卡。这感觉这个就是针对尹锡悦，这个尹锡悦本来就不爽了，这是我了解到的啊。然后导火索是什么呢？导火索是这个韩国的检察长吧，检察院开始对尹锡悦身边的人，他的亲信，对吧？他任命的那些部长进行这个立案调查，就把矛头对准他们，查查他们有没有什么贪污啊、受贿。总之就是找尹锡悦的问题，打着灯笼。所以尹锡悦什么呢？叫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个在前2年啊，这尹锡悦都还能忍，对吧？谁让他在国会是个弱势总统呢？说了也怪啊，这个尹锡悦本人他好像也是当过检察长的，那检察院系统按理来说他熟啊，结果检察院的矛头就对准这个尹锡悦以及他身边的人。这一次好像是就要查他老婆，尹锡悦老婆叫金什么？金建熙。这个说金建熙啊收了谁一个包吧，1万多美金。2020年4月，在尹锡悦上台执政之前，尹锡悦的夫人金建熙就被控告涉嫌参与操纵德意志汽车公司的股价。今年10月17号，韩国检方经过长达4年半的调查，最终认定金建熙没有犯罪嫌疑，作出不起诉决定。去年11月，韩国媒体报道称，金建熙于2022年9月收受名牌包。针对这一事件，韩国检方于今年5月组建专案组，就该案启动全面调查。今年10月2号，韩国检方表示，认为金建熙没有犯罪事实，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此外，2021年，金建熙还被控告涉嫌简历造假，不过最终也没有被追究刑责。2023年7月，尹锡悦的岳母崔迎顺因涉嫌伪造银行存款余额证明书，被判处1年有期徒刑。今年5月，崔迎顺服刑299天后获得假释。尹锡悦的夫人金建熙多次遭到举报和控告，但是各类案件均以无嫌疑作出结论，这导致在野党非常不满，认为韩国检方进行了不公正的调查。分析认为，如果尹锡悦被弹劾下台，其家人若再次被起诉，可能还将就上述事件面临调查。然后这个尹锡悦的岳母叫崔迎顺也被检察院指控，你给人感觉啊，我们只能说感觉，这个韩国的检察院对尹锡悦及他身边的人呢，那这是叫捡唇边呢，也是鸡蛋里挑骨头，反正打着探照灯呢找他毛病，最终啊查到他老婆头上，金建熙头上，这个叫叔叔能忍，婶婶忍不了。这个尹锡悦啊春光一怒为红颜，这个恐怕也是他促使他啊下戒严令的原因之一。也就是他破防了，那谁促使他让他下定决心这个要下戒严令的呢？那就是韩国的军方。这里就要说到韩国的最大的这个在野党，也不能说最大吧，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就是韩国的前总统李在明。这个李在明，我们就简单的比喻吧，他就类似于特朗普，他对这个朝鲜的这个态度啊，有点类似于特朗普对俄罗斯的态度，大家自己去体会啊。那你想想，这个现任总统尹锡悦啊，他就类似于拜登路线。拜登路线是什么呢？就对这些国家要勒脖子，慢慢窒息，不给好脸色，对吧？就是要封锁越来越紧，对吧？温水煮青蛙，你不要太过急，但是叫日拱一卒啊，是这么个策略吧？你看在俄乌战场上，那拜登就是玩这一套，温水煮青蛙，慢慢来。在对待朝鲜的问题上，这个尹锡悦也一样，要不然这个司令官怎么能往韩国扔大便呢？这一个巴掌拍不响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那肯定不是司令官自己脑子一热，对吧？好好的这个白头山血统不想要了，也是忍无可忍，对吧？这个韩国啊纵容，对吧？至少他没阻止那些这个反朝鲜的那些人呢，往那个朝鲜放无人机、撒传单，告诉朝鲜人真相，对吧？那个司令官那个皮大衣能买多少斤粮食？你说这谁受得了啊？司令官本来是跟大家同甘共苦的，对吧？大家没饭吃，司令官也憔悴啊，焦虑啊，吃不香啊。就是你说这个不能不说这个尹锡悦这边，对吧？他没有进行一些干预，或者至少他没有管，那司令官怒了。从这些变化就能看出啊，这个尹锡悦他跟拜登基本上是一个路线，对吧？对这个朝鲜这样的政权，他是要不让他过好日子，就是要打压他，要慢慢的勒他，温水煮青蛙。那这个自然就会，你在美国反对派就是特朗普反对就打压俄罗斯，那在韩国那就是李在明，他就是个小的特
特朗普，他就反对尹锡悦，对吧？你对朝鲜这种搞法不对，我们主张对话，主张缓解局势。你看，这个是深层次的斗争啊。当然呢，他们韩国的国策、国内的政策，这个好像分歧也有吧，但不是太大。所以这个尹锡悦他颁布戒严令的时候，他的理由是什么？他的理由是亲朝鲜的势力，或者他有个说法叫亲北者，还叫什么，掌控了这个国会。你看啊，宣布戒严，给出的理由是韩国主要反对党同情北方，并从事反国家活动。这就是叛国啊，这是最大的罪啊！这东亚文化圈里面，叛国没有比这更大的罪了。然后扬言将消灭无耻的亲北方反国家势力，宣称将借此保护自由的大韩民国免受朝鲜的威胁，保护自由的宪法秩序。尹锡悦说啊，通过这项戒严令，我将重建和保护正陷入国家毁灭深渊的自由大韩民国。实话实说啊，就到这儿，纯粹是尹锡悦破防了，出的昏招啊！这个戒严是什么情况下能戒严呢？你不管从哪个角度说，韩国没到这份上，对吧？一个国家秩序乱了，没有办法戒严。还有一个什么，恐怕是比如说受到外国的这个侵略，戒严等等。你现在根本就没有到啊，突然半夜里啊，而且他没有任何预告的啊，他直接上电视，直接宣布戒严，所以把很多人吓一跳，根本就不知道咋回事。那这个所谓的啊亲北方反国家势力，那个代表人物就是前总统李在明。这个前总统李在明啊，好像跟军方啊也不和，矛盾非常深。所以这一次啊，应该是韩国的军方向总统李在明啊，向总统尹锡悦建议进行戒严。然后这个尹锡悦啊，实际上他召开了政府会议啊，把那个总理对吧，很多那个部长叫到那个应该是总统府吧，戒严之前先开会，在那个会上参会的人去之前都不知道开什么会，到了才知道讨论戒严令。所以这个韩国的总理是第一个反对，很多人不同意，但是尹锡悦是一意孤行，就要戒严。所以我觉得啊，尹锡悦是昏头了，这个草率破防了，恐怕被这个韩国的这些反对党对吧，这些人拿着探照灯照崩溃了。所谓的是消灭无耻的亲北方反国家势力，不过是个借口。可以说啊，我认为尹锡悦某种程度上是发动政变，如果他这次政变成功，那尹锡悦恐怕就是成为这个韩国类似于普京这样的人。那他一旦控制国会，势必会他不能下台啊，他没法下台就要遭到清算，那他只能一直执政下去。我想这个大家能理解吧？那他政变，他为什么这么草率呢？没有胜算，他敢做吗？这个韩国的宪法啊，我也没研究过，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报道，总统的戒严令需要到国会去报备，理论上啊需要国会的批准，但是有的时候国会也不批准呢，就是国会默认，总统颁布了戒严令，如果国会默认，那你这个程序也合法，但是如果国会投票反对，那你这个程序就是非法的，你就只能停止。这是韩国的宪法。你看这里面有巧妙的地方啊，就是总统颁布戒严令，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这个戒严令就生效了，合法。如果国会开会投票表决否定你这个戒严令，那这戒严令就非法，你就必须取消。那么尹锡悦在军方的支持下，他先发布戒严令，戒严令完了之后，他的要干的是什么呢？就是把国会不让他开会，你国会开不了会，那就相当于默认我的戒严令合法的。所以就出现了神奇的一幕啊，那个李在明据说还冲破重重阻拦，他翻墙进入国会，那些议员进入国会，然后开会宣布这个反对这个戒严令，戒严令非法。这一下啊，尹锡悦颁布的戒严令就变成非法了。你说既然这个戒严了，对吧？然后派了什么707特种部队跑去执行戒严令，结果居然让重要的这个不友好分子、重点监护的人，他翻墙进去了，那个墙有2米高啊。据说那个李在明啊，就踩着好多人的肩膀把他送进去。那些戒严部队在那儿就看着。今天有媒体报道啊，说707那个戒严部队就没带弹夹去，抱这个枪没有弹夹，那不是烧火棍吗？那去戒啥严呢？这也说明这个韩国的军方啊，实际上是很暧昧的，对吧？他们也说啊，维护宪法，但是宪法到底是谁呢？解释权在谁那儿呢？他也不清楚，谁嘴大是谁解释宪法，对吧？宪法都有，关键是解释权最重要，你看你怎么解释，对吧？同样一件事情，你可以把它解释成合法，也可以把它解释成非法，对吧？解释权最重要。所以我就觉得啊，这个尹锡悦发动这个政变，给人感觉确实是草台班子，不懂政治的业余者。尹锡悦啊，他也想搞枪杆子出政权这一套，哪知道在韩国搞不通啊！韩国的老百姓啊，在这个议会议员的这个号召之下，走上街头，对吧？去保卫这个国会大厦吧。
首先，这个尹锡悦啊，他在部队里就没有任何根基，那军方也不可能真正效忠于他，对吧？他被某些军方的势力怂恿要搞戒严，但实际上这军方并不是真的支持，也就是军方在这个政治斗争中啊，选择了中立，就是你让我戒严也行，我就去了，这我就没带子弹，完了我就是维持秩序，我就把大门看好，至于别人翻墙那不归我管，对吧？你又没说让不让人翻墙啊？结果好像是韩国的国防部长吧辞职，为此担责啊。尹锡悦为什么走到这一步呢？但一方面是因为在国会啊，在野党势力大，确实尹锡悦很多政策啊就不出青瓦台，政令不出青瓦台啊，憋屈。再加上这些人老是找他以及他亲信麻烦，对吧？老是去倒查多少年，最后查到他老婆他岳母头上，这个就是春官一怒为红颜。至少表面原因是这个破防了。韩国历史上啊，发布戒严令不是一次两次啊，对吧？以前动不动就戒严，但是那是那个总统啊跟军方关系密切，在军方里面有自己的亲信，对吧？强力执行，无条件执行那个戒严令，那他戒严就成功。尹锡悦他没有这个实力，所以有点草率啊。我谈这个尹锡悦呢，主要是想说啊，这个自从特朗普上台啊，要重返白宫啊，这个恐怕很多国家都不消停啊。你看最近法国也出事了，法国政府啊，总理辞职，干不下去了，甚至法国人要求马克龙辞职。我认为这都是一个信号啊，就是全球很多其他国家跟美国密切关联的国家啊，他们看到这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后啊，他们国内的一些党派受到鼓舞，认为机会来了，要搞事，要加大力度，对吧？这个李在明就是了，要不然这么短短的，你看特朗普政权才1个月嘛，这韩国就整这么大事，法国呢，德国也在换届，你不能不说这不是特朗普的影响啊。傅鹏说啊，对吧？其实现在很多人也知道，这在美西方啊，他那个左派右派正好跟咱们概念是不一样的，也就是全球要右转，全球右转的这个一个结果，在特朗普的影响下，对吧？叫亲俄，那韩国呢叫亲朝。特朗普上台以后啊，这4年很多国家恐怕要发生裂变，就是国内的政局不稳，国内的斗争啊达到白热化，左右两派的这个冲突啊急剧恶化。韩国的这次不成功的戒严，就是这个党派冲突恶化的一个结果，有人急了先拔刀，不就这样吗？所以说特朗普还没上台就整这么多事出来了，他一旦上台，这个大棒子落灰啊，这个可真说不好啊。这个尹锡悦他的总统还能不能待得下去，这个也充满了未知数，对吧？这个弹劾总统啊，要这个议案应该是半数时才行，就这个议案才能通过，但是把这个总统弹下来需要2/3的票过，这2/3的票过就需要这个执政党啊，他大概有几个人叛变，就是执政党这有几个人同意让这个尹锡悦下台，那差不多2/3的票就过了。那我不知道这次这个执政党会不会有人叛变，对吧？现在执政党批评尹锡悦的也很多，甚至有人还让尹锡悦退党。我在想啊，即便尹锡悦这次弹劾不成功，对吧？他继续当总统，那他一下台，十有八九啊是要把他送进这个监狱，又是从青瓦台到监狱。如果把特朗普啊领导下的美国当做一个大树的话，大树的树干，那么尹锡悦这个发动戒严，那就是这个大树上开了一枝花，未来还有很多花要开，我们密切关注。总之，特朗普带来的这4年一定是叫波澜起伏吧，不敢说惊涛骇浪，但至少是这个叫高潮不断，高潮迭起。从特朗普啊，这个叫占领白宫啊，占领国会吧，到尹锡悦发布戒严，你看看，即便是这个自由世界啊，这个斗争也是越来越激烈，也是白热化。所以啊，我认为这是一股潮流啊，世界恐怕真的是到了十字路口，往左还是往右，只能啊自求多福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